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的头一站，咱行来到印尼，继续来关心印尼大地震的消息。地震到昨已经经过2天多，搜救队也是拼命咧，伫咧黄金72点钟当中救人。当时有一桩互救援人员真欢喜的消息，一个5岁查甫囡仔去互救出来，无啥着伤，也阁真清醒。主要的原因是拄好有一个碰床甲伊保护条咧。不过因一家口也是有2个人死亡，查某囡仔好要找妈妈，好在场的人听甲真艰苦。到目前为止是已经有271人死亡，6万多人有路无厝。受困3天的5岁查甫囡仔，伫庄仔喙石堆互救援人员抱出来，赶紧补充水分，紧急送医。印尼2月发生5.6大地震，地震发生迄当时，住伫西爪哇西安约镇的查甫囡仔，一家5个人拢伫厝内，最后只有3个人活着。Dari awal kejadian udah 3 hari 3 malam baru ketemu tadi siang. Ketemunya itu di lagi ngapain ya? Posisinya tuh lagi di kamar, nonton TV sama ibunya. 西安约镇真侪人死里逃生。三湖卡蒂尼地震发生的时段好巴肚疼，因为前方病院的道路土石流阻断，只好随送往临时避难的布棚。伫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经过3点钟顺利生一名查甫婴仔。Ya saya tuh mungkin lah gempa ini ada hikmahnya bagi istri saya yang sedang melahirkan. Soalnya istri saya tuh ditangani sama dokter-dokter spesialis tuh yang pada bagus-bagus. Istri saya udah keluar anaknya, saya ikut bahagia dengan berkah selamat atas ridho izin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Amin ya rabbal alamin. 印尼地震已经过3天，地震尾达到170摆，其中包括23个大规模3.9的地震尾。这摆地震造成22000多栋厝毁损，有一个村庄，规个村互土石流带掉。灾区拜三，佫开始落雨，增加搜救难度。因为这摆地震发生伫人口密集的所在，加上只有1010公里，造成伤亡严重。官方已经安置61000多人，佫出动大型机区清理土石。到日6000多名救援人手继续抢救。公司新闻牛眼编译。咱昨有讲到红海富士康中国河南郑州厂的暴动，起初冲突主要的原因是有人抗议讲无摕到薪水。疫情期间封锁厂区，有人是逼防压价，较真正大在做伙。等等的原因，互因是一直咧起冲突。中国清零的政策已经甲百姓逼甲走投无路，确诊的人数嘛一直咧升悬，亲像今日就增加3万多例。将白色防护衣的防疫人员、公安也个民众发生冲突，现场规个乱起。一个未少人爬起的围篱啊，场面强要失控。这场面是伫咧中国河南郑州的富士康厂区发生的。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富士康郑州厂最近这几天发生暴动，大省是22暗时传出有部分员工无摕到薪水，后来有人讲是有员工感染到，烦恼疫情会摊开，真侪种的讲法，所以才会发生这个冲突事件，甚至佫引起国际的讨论。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有关的情况，这个也不是外交的问题。鸿海集团23声明，公司的顶贴依照合约支付，新进的员工嘛无甲捌较近的同事做伙带，会持续甲员工以及当地政府沟通。新冠肺炎疫情伫中国无断好，而是通报新增加3.1万多例确诊，突破3万大关。中国的官员日指出，疫情伫部分所在扩散的速度变紧，也增强防控的难度。自11月1日以来，全国已经累计报告了25.3万例的感染者。近一周平均每天报告是2.22万例，较上一周增长了1倍。I think they're over-ambitious to keep the cases down, and therefore they have to resort back to their lockdowns. They have had very small numbers of deaths. It should be the number of deaths that drive the decision to have a lockdown that has so much collateral damage. 除了郑州以外，上海面临确诊个案有超过80%甲外省市的疫情摊开以及人员流动因素相关，所以防控也持续加强。到目前也是坚持清零政策的中国，确诊个案线一直欠悬，因为防疫所造成的压迫行为，也互未少所在发生真侪冲突。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世界杯踢赢德国，连英国甲日本关系无介好的中国甲南韩的媒体，拢学到日本队的表现。比赛结束了后，日本球迷主动摒扫球场的行为，嘛，互国际真钦佩。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今日是公开甲南韩的总统尹锡悦签声，骂伊是大公仔，佮放掉要直接攻打首尔，起诉的动作愈来愈嚣摆。英国《Times》报道，英国已经付开2500万的英镑，大概是9亿外的代票，甲民众宣传要安怎省电省能源。英国政府是警告民众，省电的手段一定要强，无是真歹对抗罗西亚借用能源威胁全世界行为。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为着调查去年1月国会暴动案，美国司法部是暗算约旦前副总统潘斯，潘斯真正是要提出去众议院作证。不过潘斯的团队表示，伊即届是真有可能会接受司法部约谈。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2礼拜来是发生维吉尼亚大学、科罗拉多多元性别夜店、维吉尼亚州大卖场3场枪杀案，民众已经唔知影倒位才是安全的所在，生活甲心惊大惊，集体得到心理创伤。英国是大家真熟悉的国家，不过若是讲到英格兰、苏格兰甲爱尔兰，你敢分得清楚？其实英国只是一个简称，是由苏格兰、英格兰、北爱尔兰甲威尔斯所组成的联合王国。这4个加起来才是完整的英国。这寡所在因拢是有家己的法律甲议会，所以这制度拢是无相通的。不过咱嘛拢想会到讲，伫这款情形下，一定会有人想要独立。亲像苏格兰伫咧2014年的时阵，就办过一届独立公投，迄阵是有55%的苏格兰人反对独立，所以无过。这几年是有一寡新的变化，造成苏格兰独立的声势搁再压起来。第一就是英国2020年的时阵脱离欧盟，迄当时苏格兰是真无赞成的，因为苏格兰有真侪渔获甲农产品销往欧盟。英国脱离欧盟了后，因的贸易甲经济拢会受到影响。第二就是去年的苏格兰议会大选，独立派民族党胜利，所以推动独立的势力嘛愈来愈明显。也有其他复杂的原因，加起来，就互民意开始偏向独立。即阵的苏格兰首席部长斯特金，就发出讲明年2023年10月要搁办公投。不过英国的最高法院长是裁定讲，若是无经过国会同意，苏格兰是袂使办公投，因为这是全英国的代志，毋是干那苏格兰的代志。斯特金就表示讲，绝对袂放弃。苏格兰独派争取脱英，又搁受到打击。英国最高法院23裁定，若做伦敦国会无批准，苏格兰政府袂使举办独立公投。首席大臣斯特金回应讲，尊重法院的裁决，但阁未放弃互选民表明态度。The next national election scheduled for Scotland is, of course, the UK general election, making that both the first and the most obvious opportunity to seek what I described back in June as a de facto referendum. 斯特金原本按算明年10月举办第2届独立公投，不过气候当年加拒绝，才转向用司法解决。即马最高法院的裁决，二次公投一定爱法庭。英相苏纳克是讲，即马上界重要就是做伙解决国家爱面对的问题。And I think that the people of Scotland want us to be working on fixing the major challenges that we collectively face, whether that's the economy, supporting the NHS, or indeed supporting Ukraine. 不过，对苏格兰独派人士来讲，法院裁定互因寻求独立的决心更加坚定。No terribly surprised, because there are British interests at stake here, and Scotland's democratic interests will always be second. Just very, very disappointed. We're really just going to have to keep on fighting on and make sure that we get there in the end. 苏格兰捌2014年举办独立公投，迄个时阵超过50%的选民无同意脱离英国。不过，挺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认为，在英国脱欧了后方向转变，二次公投的时机已经到啊。不过，当然加坚持，苏格兰选民已经表达过意见，短时间内无适合搁举办公投。媒体是分析，虽然苏格兰人大部分偏向留伫欧盟，不过对是毋是脱离英国意见也是无同，也未形成共识。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今仔日是美国的感恩节，嘛是疫情3冬来各种限制放零了后的头一个感恩节。
其实这感恩节甲咱台湾的过年是真相同，学校差不多会休1礼拜假，这人都会利用机会回乡团圆。今年回乡的人丁预计是到5500万人，所以机场、车站这所在拢是叉叉叉。另外，洛杉矶是有慈善团体照顾游民，为因传免费的好料的来送温暖。伫美国每一个机场拢出现感恩节要登去家乡的人，这个妈妈胸口头前是排红影，佮拖两大箱的卡网，因拢对伫后壁嘛真无闲，因规家伙仔对 LA 出发要登去 Houston 看爸母。And we did leave extra early. We left probably about an hour earlier than we would typically, but we didn't hit any traffic, so it's actually been not too bad so far. 今年是美国入来到后疫情阶段的第一个感恩节，真侪民众已经伫要3冬无登去家乡，真期待要看到厝内人。就算最近航班少，机票真贵，嘛是无法度阻挡这想要登去家乡的人。嘛有真侪人是因为假期去耍，包括连头火车头共款排队。But the Amtrak was nice. The train station seems pretty and relatively empty. Good experience so far. We still got to get to the hotel and experience DC with my son. 4 days. 讲统计，今年感恩节登去家乡的人会到5500万，其中空运的运量大约已经恢复到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准。Well, this year we're about 85% of our pre-pandemic numbers when you compare to 2019. So we're not quite there yet, but we are getting back to those numbers. 另外，无厝通转去流动的人，也是无结婚的，嘛有所在通去。LA 的慈善团体是照惯例，伫感恩节的进前提供免钱的感恩节大餐，有烘火鸡和马铃薯加青草。So I come here every day because every year I come here because I have no family. So I enjoy coming here and talking to some of the chaplains and the people that I know that have been here that are so nice that has helped me get back on my feet. 这一年一摆的大餐，连一般的民众嘛来食，总共是送出1000份。若想要食无同款的，德州有一个总铺师是研发钱的火鸡，伊是学路易斯安那州的经典卡金料理。第一次进前先放一个特别的酱，煎的时阵火控制伫170度，煎1点钟了后，比烘鸡搁较酥的好食料理就安尼完成啊。This is the crispy part. This is very good. 店家讲，钱的火鸡伫当地是真受欢迎。伫这个期间，逐工拢订单，卖这都要无用到12月底。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法国减少碳排放的计划，目前是一步一步要甲石油的车换掉。亲像送货邮政单位慢慢开始改骑电动的三轮车，咱做伙来看。骑3轮电动车邮差伫巴黎的街仔路走丛，就算落雨，伊嘛会达成任务。甲后车厢装满满的包裹，是安全送去居民的手头。法国最近是咧做邮政改革，伫市区推出这种专门送包裹的电动3轮车，希望伫物流运送的最后一里路会当减零减碳。但是邮差嘛承认，新车上路搁要开时间来适应。C'est plus facile quand c'est rempli, dans la mesure que le vélo est stable. Mais quand c'est à vide, du coup, le cargo il est capable de nous faire tanguer un peu. Donc c'est assez spécial et. 目前伫巴黎市区已经部署96台这种电动物流的3轮车，未来的目标是增加到150台，全法国希望到1000台的规模。有关当局希望将物流的车全面电动化，伫2025进前，先伫22个法国大都会，和邮政包裹的运送会当达成零碳排。Paris, on savait qu'à l'approche des Jeux Olympiques 2024 et aussi dans les décisions qui ont été prises pour pouvoir à un moment donné avancer à Paris, on était obligé de suivre cette stratégie et aussi être prêt. 对物流的车开始做，因为今嘛真侪人拢伫咧北平路买物件，包括是大量增加。法国邮政当局嘛宣布启动5亿欧元的建设计划，会做伙起成都中心，目的是要让都会区的物流运送更较有效率，嘛改善空气的品质。法国计划伫2023进前，甲化石燃料的消费减4成，2025达成碳中和。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